雅各住伫迦南地，就是因老爸寄居的地。雅各的记录如下：约瑟17岁，甲伊哥哥一同牧羊。伊是一个童子，甲因老爸的妾比拉斯帕的后生相伫一厝。约瑟将伊哥哥的恶行报互因的老爸。以色列原来爱约瑟过于爱伊的长囝。因为约瑟是伊年老的生，伊甲约瑟做了一领彩衣。约瑟的哥哥因见老爸爱约瑟过于爱因，就恨约瑟无甲伊讲和睦的话。约瑟做了一个梦，讲互因哥哥因就愈发恨伊。约瑟对因讲：请听我所做的梦。咱伫田里困好觉。我会困起来徛掉咧，恁会困起来为着我的困下拜。伊的哥哥因回答讲：难道你真要做阮的王吗？难道你真要管辖阮吗？因就因为伊的梦甲伊的话愈发恨伊。后来伊阁做了一梦，伊讲互伊的哥哥因讲：看。我阁做了一个梦，梦见太阳、月亮甲11个星向我下拜。约瑟将这个梦讲互因老爸，甲伊的哥哥因，伊老爸就责备伊讲：你做的这是啥物梦？难道我甲你母亲、你兄弟果然要来互拍在地，向你下拜吗？伊哥哥因就嫉妒伊。伊老爸却甲这个话存伫心内。约瑟的哥哥因往试剑去放因老爸羊。以色列对约瑟讲：你哥哥因毋是伫试剑放羊吗？你来，我要打发你往因迄边去。约瑟讲：我伫这里。以色列讲：你去看看恁哥哥因平安无平安。群羊平安无平安，就转来报信互我。怎呢？打发伊出希伯伦国，伊就往试剑去了。有人拄着伊伫田野行袂了路，就问伊讲：你找啥物？伊讲：我找我的哥哥因，求你讲互我，因伫何处放羊？迄个人讲：因已经走了。我听着因讲要往多丹去，约瑟就去追赶因哥哥，拄着因伫多丹。因远远咧看见伊，趁伊还未行到头前，大家就同谋要害死伊。彼此讲：你看，迄做梦的来了，来吧，咱将伊杀了，等落伫坑内，就讲有野兽甲伊食了。咱阁看伊的梦，将来要安怎样？刘辩听到了，要救伊脱离因的手，讲：咱不可害伊的性命，阁讲不可流伊的血，可以甲伊等伫这个野地的坑里，不可下手害伊。刘辩的意思是要救伊脱离因的手，甲伊归还伊的老爸。约瑟到了因哥哥遐里，因就剥了伊的外衣。就是伊穿的迄领彩衣，甲伊等伫坑里，迄坑是空的，内头无有水。因坐落来食饭，举目观看，见有一阵米甸的以实玛利人对基列来，用骆驼带着香料、乳香、木药，要带落去埃及去。犹大对众兄弟讲：咱杀了咱的兄弟，藏了伊的血，有啥物益处呢？咱不如将伊卖互以实玛利人，不可下手害伊，因为伊是咱的兄弟，咱的骨肉。众兄弟就听从了伊。有一寡米甸的商人对迄边经过，哥哥因就甲约瑟对坑来揪出来，讲定20舍客勒的银两，甲约瑟卖互以实玛利人，
因就甲约瑟带到埃及去了。流便转到坑边，见约瑟无伫坑内，就撕裂衣服，转到兄弟因迄边讲：当主无了，我往倒位去才好呢？因抬了一只公山羊，甲约瑟的迄领彩衣染了血，打发人送到因老爸迄边，讲：阮叫了即个，请认一认，是你的后生的外衣，毋是？伊认得就讲：这是我后生的外衣，有恶兽甲伊食了。约瑟被撕碎了，撕碎了。雅各便撕裂衣服，腰间围上麻布，为伊的后生披上了刀日。伊的囝儿拢起来安慰伊，伊却不肯受安慰，讲：我必悲哀着下阴间，甲我后生迄边。约瑟的老爸就为伊哀哭。米甸人带着约瑟到埃及，甲伊卖互法老的内臣副卫长波提法。